翻嚟 C56場嘅賽事，藍甲理大對紅甲城大，第3回合，比數紅1藍0，紅2藍0，一個右後 turning 攞到第2分。紅2藍0，紅2藍0。其實咧，參賽雙方咧喺混戰距離嘅時候嘅攻擊咧，都係有力、有氣勢嘅。不過咧，就暫時比分嗰個層面就非常之緊啦。咁所以咧，去到第3回合咧，都仍然俾咗2分。比數紅2藍0，比數紅3藍1，爭啲打中頭啊！呢個比賽結束，比數紅3藍1，城大選手徐宇峰攞到呢個2010大專杯男子色帶輕量級嘅冠軍。